福建中學校友會成立於1972年，一路嚟50年，由寥寥幾百人發展到今日，海內外會員共有5000多人。我哋衷心感謝過去50年為校友會不辭勞苦、默默貢獻嘅一共14屆嘅理監事會所有同仁。同時更加感謝歷年嚟慷慨解囊、熱心捐獻嘅校友同埋各界友好人士，使本會有豐富嘅資源發展會務同埋活動。喺過去50年，我哋究竟有啲咩重要嘅里程呢？早期福建中學嘅學生，其中有好多都係菲律賓華僑子弟。1985年，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成立，兩地校友往來頻繁。慶典時都會相互組團，共襄盛舉，手足情誼濃厚親密。福建中學校友會小西灣分會成立於2004年，10幾年嚟舉辦過燒烤、伴菜宴、大旅行、到內地參觀學習等等。為咗凝聚年青校友，2007年成立咗會青社。會青社同大專同學會舉辦咗多元化活動，例如同洪友奕校友真情對話、送舊迎新、遊船河、參觀校友廠房等等多項聯誼活動。2009年更加成立咗會青社希望工程，活動內容包括社區服務、義教、籌款、義賣等等。喺各位校友嘅支持下，我哋喺2018年購置咗北角嘅新會所，提供咗新穎、寬敞嘅活動同埋交流空間俾各位校友。喺2020年，校友會成立咗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同埋福建校友聯絡處，甚至喺2022年成立咗英國聯絡處，打破咗校友同埋校友會之間嘅地域隔膜。校友會多年嚟開辦咗無數嘅班組同埋講座，早期一啲嘅有攝影班、穴位按摩、電腦班、兒童歌詠組等等。近年嚟有合唱團、舞蹈組、乒乓球隊、排排舞班等。最新嘅更加有太極班同埋瑜伽班。合唱團同埋舞蹈組經常參加各項嘅演出同埋比賽，得到社會人士嘅一致好評。講座嘅內容亦趨向多元化。由美容講座、特許經營權講座、投資交流會，到近期嘅中西醫健康講座、茶藝分享會等。喺1976同埋2015年，本會喺新光戲院先後舉辦咗2次嘅文藝匯演，得到咗台下1000多名觀眾嘅熱烈掌聲。疫情以嚟，本會先後組織咗派發福袋同埋抗疫包嘅活動，更加透過 Zoom喺線上面同校友傾下偈。校友會每年都會積極為校友開展各項活動同埋福利，其中最大規模嘅校友聚會活動就係會慶聚餐。每年亦都會舉辦本地遊大旅行，參加者達到200至300人，校友們嘅足跡幾乎踏遍香港大大小小嘅島。此外，亦都有不定期嘅內地遊，走南闖北，擴闊咗校友嘅視野。為咗為即將應付公開考試嘅準校友加油同埋打氣，校友會協同母校舉辦錦繡前程迎新會同埋中六誓師大會。校友會每年會頒發校友同埋校友子女嘅獎學金，鼓勵喺學業上有突出表現嘅應屆畢業生同埋校友子女。喺應邀出席福建中學高齡教工聯誼會嘅春茗嗰陣時，理監事會都會捐贈活動經費，校友會亦都會向壽星派發利是，以示對佢哋為教育事業獻出畢生精力致以崇高敬意。母校喺舉辦校慶聚餐嗰陣時，校友會嘅理監事會都會代表出席。在萬眾期待嘅麻將比賽，令各位校友喺公餘時間輕鬆一下。
校友會亦都積極關注社會事務，特別喺2008年四川地震同埋2021年河南水災，福建中學校友會均有伸出援手，捐款賑災。參天之樹必有其根，環山之水必有其源。母校係我哋成長嘅搖籃，係我哋心靈嘅港灣，係萬里征程嘅起點。校友會為我哋架起咗校友同埋母校溝通嘅橋樑，亦都搭建咗校友之間嘅交流信息、資源共享、聯絡感情嘅平台。最後，祝各位校友身體健康、事業有成、和諧共進。祝福建中學校友會與時俱進，再創輝煌。